或许是世间唯一的长生者，独守人间10万载。300年前，我为天下化生死劫，身负重伤。我的灵魂碎作7缕道韵，散在人间，记忆因而残缺不全。但我脑海中始终记得一个人，一个似乎很重要的人。我必须找回记忆，找到那个人。谢谢天80年前，我被第一片灵魂吸引出世，也因此遇到了我在人间的最后一位老友。我娘说，喝了茶人就不会死了。我再去给你泡一杯。病人已经脑死亡了，家属准备后事吧。爷爷要不是为了等那个人，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，也不会死。人都已经死了，还说那些有什么用？赶紧把老爷子拉出去埋了，然后分家散伙。现在的云城3氏族已经开始联手围剿我们周家了。他死了倒是轻松，留下我们这些人跟着他遭殃。二弟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周家是咱爸一刀一枪的打拼出来的，不能毁在我们手里。你可少说点废话吧，周家都已经要完了，还管什么周家？赶紧啊，人埋了，钱分了。正好去赌2把是吧？爷爷之前说过，必须要等到那个人，否则不能下葬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你给我滚一边待去！这人都已经死透了，现在不葬了，留着在这儿发臭啊！他还没死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？这里是我周家的私人医院，轮得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滚滚滚，赶紧滚！我就是周红在等的那个人。他认识父亲，到这儿招摇撞骗来了，我看你他妈是活腻了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！你干什么？我爸他已经死了。我说了，他还没死。他还欠我一杯茶，不能死。莫非他就是爷爷在等的？不对，如此年轻，莫非是他的后人？查什么查？人都死了还怎么泡茶？医生都给老爷子下死亡通知了，他难道比医生还懂？难不成在地府有人脉？小子，少在这里出风头，我周家的家事，周家自己会解决。还有，我爷已经死了，脑死亡懂吗？阎王来了也救不回来了。我的人，阎王不敢收。哎，我说你，多谢先生镇压邪祟，晚辈愿为先生奴，换家族百年昌盛。罢了，既然接了红娃子的茶，那便送你一场造化。云城气脉被我一缕碎魂镇守，需4族守护50年方可稳固，否则邪祟复生，云城覆灭，4族更首当其冲。哎，你小子到底干啥呢？神神叨叨的，我爷爷的遗体是你能触碰的吗？爸，大伯，
赶紧喊人给这小子打出去！不行，这是我爷爷最后的心愿。你想让他魂魄不安吗？这，要不让他试试吧？试什么试啊，大哥？这小子明显就是个骗子。如果他要是什么故人，他能这么年轻吗？我来了，你该醒了。活了！真活了！真活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周家有云城最好的医院，医生都是从世界各地聘请的精英，他们都确诊过老爷子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会被这个小年轻给……不是，刚才发生什么了？你们谁看清了？他身上似乎产生了极其浓郁的道韵波动，仿佛真的撕裂了时空，将爷爷的灵魂从阴间引渡回来。他究竟是谁？没事了。您来了，我手术已尽，器官衰竭，您就不必为我强行的逆天改命了。我在等你的茶。查什么查？他这是邪魔妖术啊！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可认识法力厉害的大师，你信不信我让你……那双眼睛没有半分感情色彩，就好像完全不属于人间。他是怪物。你呀，治家无方，让您见笑了。程元，让其他人都散了吧，送我回周家，我要亲自泡茶。哎呀，爸，还泡什么茶呀？云城三氏族已经把战帖送到咱们家门口了，指明要咱们宗祠里边的那些宝贝，你总不能眼看着咱们这些小辈死了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我，主人，请随我来。什么？主人？不是这祠堂里的东西不得擅动，否则周家必遭天谴，懂了吗？是。爸，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了？爷爷是族长，又死活不肯交出那些东西。慌什么？不是还有族老跟老祖宗呢吗？去把他们请来，总不能让全族的人陪他一个人死吧？主人请。主人请坐。这碗茶，奴终于给您续上了。只是300年前，您为了众生，本就七魂不稳，还要强行为奴逆天改命，我担心。红娃子，我虽为你续回一口气，但最多也只能维持3日。若有心愿，尽快完成。3日后契约到期，我与世间最后的联系也该斩断了。奴确有一事相求，奴想续下这份契约。你想我在宝州市百年？兴衰自有定数，周家本就是借您的势而起，往后的路让他们自己走去。我只是担心，我死后主人没人照料。周烨那丫头心性质朴单纯，我想要是她能伺候主人身边，我死也瞑目了。我承认我有私心，周家必有一劫。我是想……出来吧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
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可愿意？3日后，3氏族联手围剿我周氏，必在云城除灭。若得他相助，周家则有一线生机，爷爷也能安心。我愿接替爷爷，常伴先生左右。我应允了。谢主人。谢主人。阿叶，你赶紧带主人去开宗祠，取回信物。我今日就将家主之位传给你。什么？周红非要将家主之位传给老大家的小丫头？是啊，还要他给外人做奴才，荒唐！依我看，肯定是这小子使了什么邪法，让恶鬼上了我爸的身，这是要害死我们周家。此人来路不明，很可能是3氏族派来的奸细，不可不防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周家绝不能出一点差错。带齐人手，跟我走。周林，这里是周家列祖列宗的安息之地，你带这么多人来堵着，你是想闹事吗？少给我扣帽子！你也知道这里是周氏宗祠，那你还带个外人进来？是爷爷让我来的。哼，少废话！宗祠里供着周氏秘宝，除了家主之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你现在带这么个小贼过来，我看你分明是想偷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绝对不可能让你们过去的。哼！还有，老祖宗和族老们一会儿就要过来了，你们2个就等着受罚吧。周家的东西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林先生，我去告诉爷爷。不用，你跟上。给我上！那天在医院里，未见他出手，便震退了保安。当时我还以为是错觉。啊！你们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拦住他们呀！我也想，可身体不受控制啊！他过来时，我身体连半点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啊！一群废物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胆敢闯我周氏宗祠？太奶奶！太奶奶，宗祠里的东西绝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否则周氏族人会灾祸临头。给我拿下！若敢反抗，格杀勿论！给我上！太奶奶，不要！等等，为何总觉得他的脸有些熟悉？真像啊！莫非是他的后人？太奶奶，这小子在医院就对爷爷的尸体不敬，现在更是摸进了咱们宗祠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啊！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是你治好了红儿？你是茶水铺的那个小姑娘？什么治好啊？他这就是障眼法。我爸已经死了，咱们家的医生亲口证实的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大族老啊。家主气绝身亡，的确是所有人亲眼所见。这世间根本就没有死而复生之法。你没见过，怎知没有？奶奶，分明是他使了什么邪法，让那恶鬼附了我爸的身呢？我爸他死不瞑目啊！赶紧
紧把他抓起来，慢慢审问。林先生他不是恶人。哎，你占了好处，你当然替他说话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哪来的这么救命恩人呢？分明是你勾结了这个外人，想霸占周家，卷走家产，是不是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少狡辩，否则你一个孙辈还是女流，凭什么越过我爸和大伯继任家主啊？哎，没错，那祖宗立的规矩你都敢坏，那宗祠里的宝贝还能保得住？这小子就是三氏族派来里应外合的，目的就是想要覆灭咱们周家呀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放肆！都给我住手！不得对先生不敬！太奶奶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！这小子就是个贼，是个江湖骗子，凭什么打我呀？妈妈，救命！恩人呐！哎！你回来了！你还是那么年轻呢。看来你还记得。怎么回事？被他看了一眼，我腿都软了。红娃子的晚辈不太讲规矩。晚辈会好好管束他们。最后3日，我要和老友独处，任何人不得踏足西院。除了你，你来跟他好好告个别吧。多谢恩人。傻奶奶！哎呀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？宗祠里面是我周家的宝贝，那可是三氏族都眼红想要的东西，他就这么进去，跟明枪有什么区别？住口！周家的一切都是他给的，他想取走任何东西，都天经地义。让他取走，那我们拿什么给三氏族交代？没有那些宝贝，咱们周家就完了。闭嘴！周氏宗祠里的东西，无论如何不能落入三氏族之手，否则周氏等不到他们动手，就会自行覆灭。开玩笑吧？不就是财宝，能让咱们周家覆灭？切！我看奶奶你啊，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。从今以后，周家所有人见您先生如见我，违者打断双腿，逐出族谱，永世不得踏入周氏宗祠半步。你想好了？能为先生奴，是周夜一生的荣幸。周家倒有个懂事的后辈。太奶奶，爷爷的事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傻孩子，人固有一死，红娃子这辈子能有宁先生为友，是他的福气。你往后就好生追随宁先生，周家有太奶奶给你撑腰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祖宗，三氏族已经打到大门口了。什么？
周洪这个扫把星可把我们海家害惨了。当年4族先祖签订契约，结果除他周洪外，个个短命早死。凭什么他周家可以富贵绵延，压我们运势50年？你当那契约是好东西呢？我早就找人算过了。周洪那个老东西，他呀是木丁命格，他伙同姓林的江湖骗子，骗我们签这个契约，就是给我们3族人做的局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，那契约不是为了镇压邪祟吗？哎呦，老二，这你也信啊？周洪骗我们签订契约，就是为了把3家气运钉死在地下，好滋养他们周家繁荣昌盛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一切都替咱们3族讨回来。哎，没错，这滔天的富贵轮也该轮到咱们了。今天我要周家连本带利的把东西给我吐出来啊！周家人都给我滚出来受死！滚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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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大福、赵明远、关山月3个小辈，你们父辈在世时见我也得尊一声老夫人。今日你们带这么多人在我周家门前撒野，家教何在？老东西，你还有脸提啊？当年就是你儿子骗我爸签了那索命的卖身契，害得我爸中年就呕血而死。你们周家是吸着我们3族的血上位的，颠倒黑白！你们3族命中本无富贵，是你们先祖自愿跪地向倪先生索求，这才强行借运50年，好处占尽，还要反咬一口。当真白眼狼！老东西，你放屁！我赵明远凭自己的本事厮杀商海，如今成为云城第1财团。哎，你说这一切靠的是那个江湖骗子？你当我们是你周家行如此龌龊借运之事？我说老不死的，你少得了便宜卖乖，赶紧交出周家那份契约，否则如何？否则今日啊，斩草除根，云城再无周家。首先啊，就从你这个老东西开始杀起。我看谁敢！你且安心去吧，周家这一劫，我替你摆平。太奶奶，爷爷，太奶奶，爷爷去世了。太奶奶，哎呀，周洪这个老东西啊，他扛不住了，老天都在帮咱们呢。天意呀！来，老东西，把契约交出来，可以饶你不死哦。不行，契约不能毁，否则会大祸临头的。不交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先让你大祸临头。3世弟子听令。是。把这周宅的门给我砸了！哎，别！海爷饶命！海爷手下留情，我们交，我们一定交。原来是张没用的契约，我还当是什么金银财宝呢。混账！你给我滚回来！哎呀，不就是一张废纸吗？太奶奶，现在有什么东西比咱们全族的命重要啊？你想死，我还不想死呢。你呀！周丽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若是把契约交出去，我们周氏族人只会死得更快，到时候不仅族人会死，
就连整个云城都会沦为地狱的。别他妈骗人了！我看你就是勾搭上那个小白脸了，想谋害我们，独占周家是不是？你姐啊！你把那个契约拿出来，交给三族族长，族长们也会念在你回头是岸，对你从轻发落的。冥顽不灵！我今天就先把你逐出周家！凭什么打我呀？太奶奶，我看你就是被那个妖仙迷了心智了。海爷、赵爷、关爷，那个骗子后人现在就住在我们家西院，你们不是找他吗？你们现在进去抓他呀！此话当真？孽障，孽障啊！正愁没理由进周家，真是打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！周家竟然包庇妖人！哎，今天咱们三氏族要替天行道。我记得这个骗子不是有很大的能耐吗？怎么现在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里头不出来，让周家的人在这送死，太残暴了哦！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先进去啊，斩了那个妖人啊，毁了契约，最后找他们周家清算。好，这可以。兄弟们，宁先生，你找我？你找我？为何他一出来，我就不由自主的想低头臣服？怎么长得跟我父亲照片里的人一模一样？啊！难道你真是那个人？哎，大海，别自己吓自己，哪有人长生不老的？我看不就普通人吗？装神弄鬼的。对，没错，我差一点就被这个小子给唬住了。小子，你家先祖跟周家是狼狈为奸，你骗我们三族签下奴契，又借我海家运势养肥了周家，那这笔账得你来还。那谁，赶紧的啊，把契约撕毁啊，把运势还给我们三家啊，否则我们赵家的刀先把你给斩了。蠢货！什么？你敢骂我？还有最后一日，度过今日，你们三族气脉稳扎地底，契约自毁。反之，世上将再无你们三族。我这你算他妈什么东西？张破纸就能决定我们三族的命运？如果这话我跟你说，你会相信吗？我信啊！那就脑子被驴踢了。哎呀，奴气！哎，奴气，就这玩意儿。当年我爸就被那个人骗了，当一个宝贝供了几10年。呸！谁他妈要当奴才呀？啊，要当的话也是我是主，你是奴。家主，他说的那个天罚灾祸，不会真的降临在我们头上吧？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！你信不信？今天我就把他给毁了。我劝你想好了再动手。赵家罪孽重，福则薄，若把他撕毁，必受10倍反噬之力。赵家举族化为厉鬼，而你会七窍流血而亡。放他娘个屁！封谁呢？我赵家本来祖上就是皇亲国戚，是被你爷爷强行借运，不然我们早就是大夏第一家族了。你就是怕被反噬吧？
所以这么来苦我。现在我就把他给撕了。真没事儿啊？没事啊，真没事啊！装神弄鬼的，什么狗屁天罚灾祸，就是你跟周家连起来编的鬼话吧？告诉你，今天要死的人是你，找死！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回事？这里分明是别墅，哪里来的砖头啊？完了，咱们今天真的要像他说的一样，全都死在这儿了。闭嘴！不就是几个小砖头吗？砸了几个人吗？至于吗？哎，那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你让周家几个狗奴才在旁边啊搞埋伏，丢几个小砖头，我就怕你了。我赵明远走过的路比你活的时间都长，就这种小伎俩。是啊，他刚才说家主会被反噬呢，结果家主还不是好端端站在这里。可是刚才那雷比人大腿还粗。晦气玩意儿！不过是恰巧，是天啪啦一下突然变了，不要信他的鬼话。哎，大家看看我，我赵明远，不是好好的活在这儿吗？是不是？好好的活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刚才我是不是把契约也给撕了？有事吗？我有事吗？大家都看着了啊！赵家主什么事都没有，一张破纸就压了我海家50年的契约，可老爷子偏偏又拿他当个宝，害得我海家差点断子绝孙。这都是些不入流的小伎俩罢了。我关山月还真就不信这个邪。今天我就把这个垃圾给撕了。你，哼！愚蠢之极！家主，你怎么了？家主，你怎么了？老赵，你怎么样？刚才不好好的吗？怎么了这是？老赵，这死了？什么？他的话真的应验了，家主真的被反噬而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下一个是不是就该轮到我们了？那个宁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我不会真的死在这里吧？宁先生早就提醒过你们，
不要毁掉契约，你们偏不听。如今不仅害了自己的性命，就连你们三氏族所有人也要被你们害死了。你闭嘴！快打电话叫我的私人医生过来。老赵他生来就命硬，我不相信他会在阴沟里翻船，他一定能躲过这个劫。快！赵家人本就命中带重杀，他这些年能逢凶化吉，本就是借我的命格镇着。他偷来的这些阳寿，本就是我的。他既毁约，便要承担这因果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一定是你危言耸听，你有邪术杀人！没错，那张破纸本来就是窃运邪法，老赵是被你用妖法所害的。海家子弟听命，给我拿下这个妖人！他们怎么真给他跪下了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身体就像灌了铅。我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好恐怖的气杀！好强的威压，血完全不受控，他竟能控制我的身体，果然是邪术！不知小儿，你竟敢偷袭老夫！有能耐，咱俩真刀真枪的！我走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海家家主可是云城地下势力之首，他们在宁先生面前竟也如此不堪一击。看来宁先生要保我周家今日安全了。你赶紧想办法，把赵家随云游道场修行的赵老爷子叫来。还差3个，你再忍忍。医生，快看看我的侄儿还有没有救！赵先生五脏六腑已经破裂，应该是受了重创。赵老，请您节哀。你给我救活他！死了，真的死了？难道这就是解除契约的反噬？什么反噬？赵老，就是他用妖术害死你侄儿赵明远。他不但用邪气吸取我们三族所有的运势，还想用妖法灭我们三族满门呐！你一定要想想办法。对，赵老，这是邪术，要不哪有反噬让人死得这么惨？这是歪门邪道。想不到老夫闭关数月，竟然有害人性命的妖人现世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的孽障。赵老可是跟着一位云游道长修行过，道法正统，今天死的只会是姓宁的和周家人，不可能是我三氏族。弟子拜见天齐门祖师爷。你错了，他不是祖师爷，五派祖师不过受他随手点化，便率领天机门成了道门之首。这世间没有人配做他的弟子，除了一人。你是赵老，我刚才说的就是他，用妖法杀了你的侄儿。你快施展法力收了他，为侄儿报仇啊！是啊，老爷子，家主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一定要替他做主啊！赵老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用妖法迷了心智。他刚才亲口说要用妖法杀光我们三族所有人呐！不得放肆！晚辈赵括拜见宁大师。晚辈，想不到晚辈在有生之年还有幸亲眼目睹宁大师的风采。长老，你跪他干什么？他就是一个懂点小法术的江湖骗子。你认错人了，你一定认错人了。你快起来！
任何力量剥夺，他仅凭一念，便有无形之力将我托起，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！原来是道门弟子，有些机缘造化，只可惜是赵家人。宁大师，您此话何意呀？我赵家这些年一直严格要求族人，不曾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您是否误会了？哦，是晚辈说错话了。您这么做，一定是有您的道理。你们这些孽障，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，触怒了宁大师？禀报族老，是家主刚刚把老家主灵前供奉的那份契约撕毁了。什么？奴契被毁了？赵明远这个蠢货！哎呦，赵老，那有什么的？那个东西啊，不过是周家吸我们三族气运的一个写法而已。要不，为什么契约不叫契约，叫奴契呢？就是，旧社会已经灭亡100多年了，我海某人混地下这么多年，都干不出逼人为奴的混账事情。你们懂个屁呀！若不是宁大师赐我们这份奴契，我们三族早就灭亡了。你们哪有机会活着站在这里？你这后生知道的倒是不少。哎呦，还请赵老为我们解惑。我赵海关三家祖上都是绝才绝运、绝福绝寿的绝阴命格，命里带煞，难续血脉，人丁凋零，哪来的气运可吸？什么？怎会如此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哪懂得这些呀？当年我三族与周洪交好，才得此机缘，成为宁大师的奴，为云城镇守地煞之气，换来家族的气脉延续，甚至逆天改命，彻底根除这命格。若说借势，是我们借人家周家的事才对。赵老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亲手断了自己的生机？想不到其中竟然还有这种渊源。红儿此生能遇到先生，一定是积了百世的福报。现在小叶能继续侍奉先生，一定也是百世为善修来的。那一瞬间为何有些熟悉？难道我记忆中的那个影子与他有关？他刚才说家主会遭到反噬，现在已经应验了。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轮到……若把它撕毁，必受10倍反噬之力。赵家举族化为厉鬼，而你会七窍流血。我还不想死，我才刚刚毕业。走吧，这是他们的命数。等等，宁大师，求您救我侄儿一命，救赵家一命，晚辈愿意答应您一切要求。明远的父亲与我有恩，只要您能救他一命，我愿意一命换一命。我知道万事万物都要付出代价，我愿意自行承担一切后果。你没资格。您此话何意？我早就提醒过他，是他一意孤行，现在这个结果是他咎由自取。不但是他，你们赵家所有人一个都躲不过。关家、海家亦是如此。度过今日，你们三族气脉稳扎地顶，契约自毁，反之，世上将再无你们三族。对，他早就说过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，如果契约自毁，我们3大家族将不复存在。我只以为是周家要借我们3大家族的运势，我偏偏不信。我只想着他是要把我们关家给吃干抹净。我怎么这么混蛋呢？原来如此。
果真是命数难违。宁大师，我知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！只要能活，我愿为你做牛做马一辈子。求宁大师，求宁大师！晚了，地脉中的阴煞之气已经开始反噬，你们三家所有人，一个都躲不过。赵海关三族奴籍被主，便要自担因果。你们的所有事情，我都不会再插手。宁先生，感谢您对周家的救命之恩。日后您若是有任何吩咐，周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在云城还有最后遗物尚未取回，3日后随我去一趟金湾。是。三族提前毁约，地脉中的阴煞之力已经开始反噬，我的碎魂残片还能争取3日时间，但此时若放任不理，3日后云城恐会沦为炼狱。没想到真正的宝贝就藏在那里。爸，听说赵家公司出了事，死了很多人，咱们不会像他们一样倒大霉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哼！说，咱们金湾街3大商场今日剪彩仪式出现严重事故，吊顶整个落下来，所有人都被埋在里面了。死了多少人？无人生还。什么？叫停在云城的所有项目，可我投入了3000亿，如果现在全停了，我的资金链就会断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做到这样？我云城的所有项目全停了，我还背几千亿的外债。巧合，这一定是巧合。这个姓林的太狠了，再怎么说，我父亲当年也卑躬屈膝的给他做了几年孙子，他不能这么狠毒啊！老海，我的腿怎么了？老海，咱不能再这样了，一定要想个对策。要不，联系一下老赵，让他请他那个云游的师傅过来，帮咱们破解一下。此事用不着请那位云游道人，你们三族的生死劫，我能破。周成坤，你怎么来了？赵老，防不住，根本防不住。昨夜老宅那火烧得太邪门了，弟子们好像遇到了鬼打墙，明明离生路只有1步之遥，可还是全部被烧死了。第几起了？3天里的第4起了。我们不会真的全部变成厉鬼吧？慌什么？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。看来真要请我师父吴道长出山，他擅长阵法，或许还可以给赵家带来一线生机。我师父什么时候回来？关中人说，至少还需要3日才能回来。3日？等不了那么久了。宁大师，您对本门有恩，弟子铭记于心。可为了赵家上下300条性命，弟子也只好请您赴死了。去，通知金海穆家，就说长生者我已经找到了。是。原来你在云城，这些年让我好找。金湾广场，这不就是你们周家花了重金拍到却烂在手里的荒地吗？就这荒山野岭的地方，也能解决我们关家跟海家的危机？
你不是在逗我吧？急什么呀？安心等着就是。你不会耍我们吧？我们3家刚围了你们周家，你现在能有那么好的心？切！周家是周家，我是我是周红的亲儿子。临了，他不把家主之位传给我，偏要传给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毛丫头。凭什么？这家主之位是我的，谁他妈也别想跟我抢！搞半天就这点出息，难怪周家老祖看不上这蠢材。满脑子吃喝嫖赌的白痴，周家要是真落在这废物手里，那不跟白捡的一样？行了，不信拉倒，那你们就乖乖的在家等死吧！老子他妈还不伺候！真当老子稀罕？要不是得用你们对付那个老不死的，谁管你们死不死？嘿呦，周爷，海爷呀，这是开玩笑的，您别介意。您要给我们推荐的人呢？啊，人在哪儿？这枚玉佩是我一位老友相赠，生死关头，你拿着它去天机门找吴道长相助。哼。哦。弟子拜见天机门吴道长。还不赶快行礼！吴道长，这2位就是海家和关家的家主啊。天机门的吴道长，天下玄门，天机为尊，您竟然把天机门的道长请来，看来我们关家是有救了。哪个臭要饭的在这儿，竟敢冒充天机门的长老？你他妈找死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嘿，姓海的，你说什么屁话呢？还不赶快给吴道长道歉呢？你是真当老子没见过世面？谁不知道天机门最大的供奉者是金海的穆家，那可是大夏首富。就他这鸟样，还敢冒充天机门？哎，哪儿来的？滚哪儿去！道长，我们不是以貌取人，只是您这副尊容实在是难以服众。今天呢，我们还要在这儿等高人帮我们斩妖除邪呢。无关人员还是请回吧，免得伤及无辜。莫非真是我认错了？天机门的道长还未到，这人确实像个臭乞丐。无知小人，口出狂言！若不是看到那玉佩的份上，我也懒得出手。放屁！什么玉佩不玉佩的，跟你他妈的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要是不滚，老子现在就给你大卸8块喂鲨鱼！怪不得看你们2人的周身死气缭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兄弟们，给我卸了他！好强的力量！看来真的是天机门的道长啊！道长，若儿被知错了，晚辈狗眼看人低，有眼不识泰山。道长法力无边，求道长收了那个姓宁的妖人，求你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放心吧，斩妖除魔是我辈之本分。今日贫道既然来了，那我就不能袖手旁观。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，诛杀此妖人。谢道长。你要斩谁？你要斩谁？明知故问，当然是斩了你这个妖邪了。我是妖邪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是没有吃够。你，周林、二叔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还跟他们混在一起？你们赶紧回去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哎呀，大侄女儿，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？这儿是周家的地盘，我是周家的人，这个地方就没有我不能去的，除非是你想避开周家的其他人，跟这个外人独享我周家的宝贝。二叔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这里很危险。姐，这里最危险的人就是他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谁也不可能赶我走，
上次有太奶奶给你撑腰，我看这次你还有什么能耐跟我们斗？就凭你们两个？臭小子，上次在医院的账还他妈没给你算呢，还敢跟老子狂？你给我看好喽，这位是天机门的吴道长，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妖法，不够看了。此处怨煞之气甚重，已成大凶之局。贫道受故友所托，专为斩妖驱邪而来。阁下年纪轻轻，手段竟如此阴毒。你若此刻认罪伏诛，或可减轻几分罪业，否则如何？否则贫道定叫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好大的口气啊，小吴子！你叫我什么？好大的口气啊，小吴子！小吴子！道长，他竟用这种贱名侮辱你，你还等什么？赶紧施法斩杀了他！哦，对了，他会妖术，千万不要给他出手的机会。哎，对，道长，你可千万不能看他，看他之后，他就会不由自主的让你给他跪下呀。二叔，哼，他那套对付别人还行，对付我可不行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对贫道无法无天。怎么会是他？道长，你怎么跪下了？道长，你可是天机门的高人呐，你怎么给这种歪门邪道下跪？这名声要是传出去，你可就臭了。就是啊，道长，你赶快起来把他收了，让他知道天机门的厉害呀！你住嘴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道长，你冲我们吼什么？我们请你过来就是为了斩了这个邪祟的。你现在这么卑躬屈膝的，是不是想助纣为虐啊？哎，儿子！老东西，你他妈看清楚了，是老子花重金把你请来的，敢伤我儿子，你一个字都他妈拿不到！有眼无珠的蠢货，贫道差点被你们害惨了。小吴子拜见道尊。道尊！几十年未见，你倒是长本事了。道尊点化天机门，小吴子也跟随您鞍前马后，追随您的意志，斩妖除魔，守护苍生为己任。天机门的吴道长年过70，竟然也奉宁先生为尊。宁先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50年前交代你的事有结果了吗？小吴子一直在打探那人，可是一直没有结果，线索实在模糊。无妨，待我收回镇在此地的灵魂碎片，或许会想起他的样貌。宁先生，你看我做什么？吴道长，你可亲口承诺过老头子，生死关头见子玉佩，如见故人。现在你给我起来，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，把这小子给我杀了！敢对道尊不敬？这不是爷爷留给我的玉佩吗？为什么会在你那儿？你他妈给我闭嘴！这是周家的东西，我是周红的儿子，这他妈就应该归我。一个吃里扒外的贱货也配拿它？
西吗？他究竟是谁？拿着它，此物有我一缕神月，可保你一命。宁先生，这是在送我礼物吗？他对我……这外面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何我这心跳得这么快？宁先生和叶丫头呢？啊，今天早晨就上咱们家金湾的那块荒地，小叶说啊，要陪着宁先生去取一样东西啊，应该只是普通的雷雨天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祖宗，金湾那边出事了，地面突然震荡，宁先生和家主生死不明。什么？奶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找大夫啊！哎，阿玲，小云，大跳，周家明明没有解除怒气啊，为何也反遭了三氏族的反噬啊？难道宁先生出事了？怎么突然地震了？老子不想死在这里！这该死的周长坤！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果然，莫小姐说的都是真的，她的法力已经耗尽了。周夜，早就知道你勾搭上了这个小白脸，喂，你怎么了？啊，爸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你闭嘴！这是阴毒邪法，有人在借周家的命。哎，你看我干什么？老子要是有能耐，早把你们宰了，还用在这受那窝囊气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要不然我也不能叫周成坤那烂赌鬼想办法救我的命啊！不是他们，这是上古秘法。上古秘法？难道世间除了道尊外，还有其他长生者？道尊，你没事吧？他当然有事，他的魂魄已经碎成7片离体，现在已经油尽灯枯了。赵括，怎么是你？这里的一切都是你布置的。周家，师父，早知道您在这里，弟子也不会出此下策。赵老，原来你师父是吴道长啊！哈哈哈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赵老，你快求求吴道长啊，快施法救我们大家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为了赵家上下300条人命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既然师父你不肯出手相助，也别怪弟子心狠手辣。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死气缠身，垂死挣扎，徒劳无用。你说什么？都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。周家的命我界定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想
不到宁大师这么怜香惜玉啊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耗费仅存的这点功力来救他。可惜呀，你就他一人，救得了周家上下所有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不愧是周家新任家主，年纪虽小，却比我侄儿沉稳多了。老夫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让你们周家举足牺牲，来换我们赵家的命。这份恩情我会铭记于心的。什么？太奶奶！我以为我够无耻的，但跟你一比，我就是圣人。废话就别说了，姓宁的，今天不仅周家人要去死，你的命也得留在这儿。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。睁开你的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阴阳乾坤镜，这是上古神器，它可以吞噬一切东西。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？有了它在手，哪怕你有通天彻地的本领，也得给我跪着受死。宁大师，我并不想这样，可不行，有人要你的命。这阴煞之力被搅动了，我的法力也被吞噬了。道尊，你快走！谁都走不了了。我不想死，我也恨周家，不要杀我！爸，你快醒醒，咱们得赶紧逃命啊！你可太无耻了！宁生，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。你不是想拿我赵家的气运来镇守云城的地脉吗？我偏让这邪祟之力吞噬你！痴人说梦！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赵老，我们关家跟您赵家那可是同气连枝啊！求求您饶了我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情愿给你当牛做马。放过你？那可不行！我赵家的命，一个周家可不够填的。你们关家、海家，谁都别想跑！你就是个疯子！快住手啊！宁先生，你快走，我替你拦住他。往哪儿走？用我随手雕刻的小东西来对付我，活腻了。我等你好久了。是你，你是装的，你知道赵家不会束手待毙，所以你是为了引我出来。藏头露尾，故作神秘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。你以为你赢得了吗？这些东西给你们又何妨？迟早我还会要回来的。长生者，别得意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我会等你主动来找我。现在你们就好好享受这阴煞之力吧。大师，你别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蠢货就该死！你们都是我的养料。这味道似曾相识。宁先生，为何他们二人都给我这种熟悉之感？看来要尽快收回所有灵魂碎片，找回记忆。我靠！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老家伙身上怎么冒黑气啊？这老家伙身上怎么冒黑气啊？他骗我！他骗我和他签订契约，我害了赵家！呸！一副深明大义的样子，给我敲断他一条腿！快，不，2条！师傅，救救我！
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这不是阴煞之气呀，而是某种噬魂邪法。这不会传染吧？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吗？不，凭什么？这都是赵明远的错。我只是想救赵家。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对那些无辜的人作恶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会是这个下场。我差点忘了，还有一个人可以解除我的诅咒。袁大师，我求你了，给我解除诅咒！老东西，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撒手！这可是我周家家主。之前也没见你承认过他。喂，那个谁，你不管管吗？姓宁的，我要你立刻解除我身上的反噬之力，否则你也配威胁我？身为道门弟子，恶事所尽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我有什么错？我是在救赵家300条无辜的性命。那你也不该用别人的命去抵啊！旁人死就死，与我何干？现在就要周家几百条命给我陪葬，我就是死了也不亏。不思悔改。道尊，且慢，他本来就活不了了，您别为这种人脏了您自己的手。这个人太可怕了！我当初在周家门口，竟然敢那样对他，大放厥词。完了完了，下一个不会轮到我吧？宁先生，他这是在为我出气吗？他对我真好，我要永远追随他。你自己的师门，自己清理吧。多谢道尊手下留情。虽然你咎由自取，但我还要为你超度，送你一程。哎，赵家那个老头不是死了吗？那边地底下怎么还在冒黑气啊？宁先生曾经说过，4大家族是为了镇压云城的地煞之气，可他们3世却提前毁了契约，这是地煞之气涌出来了。老关，这不会连累到我们吧？怎么办啊？这什么地煞之气不会把我们一起吞了吧？哎呦，宁大师，千错万错，全是我们的错。可云城的百姓是无辜的呀。当初你跟先祖签订契约，不就是守护一方安宁吗？你总不能看着几百万人跟我们陪葬吧？对，没错没错。您不能为了惩罚我们，搭上那么多无辜百姓的性命。见死不救跟杀人是没有区别的。你少在这里道德绑架，分明是你们提前毁了契约，这才连累了云城的百姓。现在你们竟然要宁先生为你们的罪行负责，太无耻了，真是太无耻了！死丫头，你闭嘴！他要袖手旁观，咱们都得死，你也活不了。哎呀，姐，你不是跟他关系最好吗？你劝劝他，让他帮忙出个手，要不然时间真的来不及了。不行，赵老说了，宁先生魂魄碎裂，快要油尽灯枯了，不能再让他出手了。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会有办法的。道长，您出身天机门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求求你！此事非人力可为呀，随缘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宁先生，
对啊，这还有阴阳乾坤镜啊，咱们云城有救了。抱歉，宁先生，我刚才太心急了，我为我的鲁莽向您道歉。我只是要驱动阴阳乾坤镜，你拉着我，不方便行动。您没生气就好。对啊，赵家那个老头说这玩意儿什么都能吸，这鬼气森森的东西肯定也没问题的。不错，它确实能吸万物命，只要正确驱动，区区阴煞之力不在话下。宁大师，您可真是无所不能啊！今天若保住小命，我就算跪死在他面前，也要求得他原谅。等等，你又要干嘛？那镜子不能跑。刚才那糟老头子就是用它把地里的脏东西全都招出来了。刚才苦苦要求宁先生救我性命，他理都不理。那个赵老头不是说他快死了吗？他肯定没那么好心，一定是拉我们一起陪死。老不死的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混在一起，我都没有智商了。你老匹夫发什么疯？怎么都得死啊！宁先生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，他能死，我可不能死。求求你，看在老祖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，我愿意在此为奴。呸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老道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关山月愿意在此发誓，我可以跟海大府划清界限。两面三刀的老东西，你也好过不了。你别吵了，是不是想一起死在这儿啊？竟然真的没了！有救了！真的没了！没了！没了！得救了！真的没了！得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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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真得救了！是道尊的灵魂碎片，好强的道运，仿佛蕴含着天地之理。我的修为竟然有隐隐突破的趋势。这就是宁先生要取回的东西吗？取回此物，他是不是就要离开周家了？我感觉他好像变得比之前更强了，就好像站在这里的不是人类，而是真正的神灵。感谢道尊赐下造化，恭喜道尊找回第一枚灵魂碎片。灵魂碎片，宁先生受伤了。道尊，你是否记忆起你当年那故人的样貌？记不清他的脸，只记得他是流着泪走的，似乎很难过。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你的眼泪是为我而流的吗？你一直寻找的那位故人是女孩子吗？是对你很重要的人吧？道尊，是否集齐了全部灵魂碎片，您就想起来了？小五子，我已感觉到其余灵魂碎片皆在北方，留意是否有其人异士或异象现世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出去打探，3天之内必出结果。哼，就让你再得意几天吧。宁先生，你看我们这……不必多言，宁先生早就说了，毁掉契约，自会反噬，这是命数。二位，还是请回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快！我爸为什么还不醒啊？那些邪祟妖煞之气不是都被你清除了吗？周夜，姐，你快来看看呐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周家有没有违反契约？怎么会报应到我爸的身上？这该怎么办呢？
宁先生，不好了！家主不好了！老祖宗和族里一大半的人都倒下了。家主，你快跟我回去看看吧。什么？程远，怎么样了？族长和宁先生回来了。无关人等让开。原来如此。怎么了？诅咒，真的是诅咒！姓赵的那个老东西想让我们陪他一起死。什么？诅咒？对，赵家那个老家伙不知道从哪勾结了一个妖人，妄想用我们周家人的命换他赵家人逃脱反噬。林先生，求您告诉我诅咒的破解之法。以性命为代价的诅咒无法破解。什么？什么？那我爸怎么办？但周家人中的并不是诅咒，而是毒。毒？可赵老爷子不是说这是换命之术吗？换命之术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，这世上无人承担得起。怎么会是毒啊？宁先生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我不会错。我和老祖宗同进同出，吃一样的饭，喝一样的水，我怎么没事啊？是啊，我哥跟我同吃同睡，他也中招了。毒未必下在食物中。把他取来，别碰花盆以外的地方。我去。这不就是一盆普通的花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难不成花香有毒？这也太扯淡了吧！愚蠢！你花香若是有毒，那这全屋子的人都中毒了。没错，是这个理。宁先生，你看这个毒是怎么下的呀？手指有伤，毒在叶子上。果然有伤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府上昨天倒了一批盆栽，那叶片啊像刀子一样，老祖宗和阿玲去培土，这手啊可就划伤了呀。啊，对，没错，宁先生太神了。切，就这一个2毫米不到的伤口，还没等流血就愈合了吧？喂，你们不会是真信他的鬼话吧？抛开剂量谈毒性，那纯属耍流氓啊！这道理3岁小孩都懂。装神弄鬼谁信？我信。可是我爸又没去栽花，怎么也会中毒了？你倒是说……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老太太这是什么品味？切！呸！真是晦气！我爸的确被叶子划伤了手，可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呀！就那么一点点的剂量，怎么能毒倒一个成年人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此物毒性如此剧烈，竟然连地面都能腐蚀，这不可能，这不符合常识啊！此毒毒性剧烈，若不及时解毒，1天之内必死。什么？1天之内必死。你说什么？1天？那还愣着干什么？抓紧送医院呢！等等，别冲动。滚开！别挡路！放肆！怎么跟族长说话呢？什么狗屁族长！我爸都要死了，你听不见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我爸死了，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他陪葬！你以为我们没有找过大夫吗？
最好的专家来给族人治病，连病因都没查出来，怎么治啊？宁先生，求求你再救周家。我娘说喝了茶人就不会死了。也罢，还要在此停留3日，等天机门的消息。此毒并不难解，只需一味药材做药引。我周家虽说不是首富，但在云城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寻找几味药材不在话下。先生，你需要什么，尽管吩咐。3株地乳灵芝，寻来即可。地乳灵芝？大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若是不想救人，也不必在这惺惺作态，故意刁难我们。这孩子不太懂事，宁先生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可是，这地乳灵芝，可否换成其他药材啊？换不了，药引是关键，救人与否，看你们自己。先生留步，我们并不是不想救人，这地乳灵芝实在是珍贵，拿到它势如登天啊！地乳灵芝极难培育，10年才能长出1株。曾经有人在拍卖会上出价100亿，只为求得1株，只可惜有价无市。倒是我疏忽了，从前这东西遍地都是，随手可摘。传闻祖龙派人去海外仙山寻长生，历尽艰辛也才带回1株地乳灵芝。他就说从前遍地都是，他究竟活了多久？难道有几千年？难道老祖宗和族人真的没救了吗？百草堂也没有吗？百草堂？你在开玩笑吧？地乳灵芝可以算得上百草堂镇堂之宝了，他凭什么拿出来跟我们做交易？不过是一家小小的药材铺，有何不可？百草堂是大夏最神秘的药材组织，掌握着全大夏最大的药材命脉，与京派5大家族齐名，从不与人轻易交易。我们周家还不够格，更何况我们周家也拿不出300亿呀！这或许就是周家避不开的劫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替周家谢过宁先生。大族老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我就算是去跪，也会把地乳灵芝求回来。不必跪。拿着这块石头去百草堂，告诉他，用这块石头换3株地乳灵芝。您是说，用石头换地乳灵芝？用这块石头换3株地乳灵芝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让他用这块破石头去换地乳灵芝，还是3株？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啊？你真当百草堂是开善堂的吗？宁先生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这实在是太难以理解了。这普通石头怎么可能换顶级的药材呢？我说能换，就能换。小叶啊，你不会真拿这个石头上百草堂吧？那可是京海5大家族也礼让3分的百草堂。就是，这跟挑衅有什么区别啊？哎姐，你小心别打断手脚扔出去啊！姐啊，你不会真的要去吧？万一他说的是假的，我们可承受不住百草堂的怒火。到时候你被打断腿不要紧，我还想活命呢。我相信宁先生，他绝对不会骗我。况且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我就算是去死，我也要尝试一下。这不可理喻啊！家主，我陪你去。族老，
你怎么也被洗脑了？别急，剩下的他很快就会帮我们取来。这千里传音的小物件还真是有趣，比以前的联合传讯方便多了。查到了，剩余6魂之一在百草堂，在他手里。家主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，都等了3个时辰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拿到地乳灵芝，救族人性命。就是他，大早就到了，死活不肯走。张堂主你好，我是周家的新任家主周烨，很荣幸能够见到你。我今日其实是来……我不管你是周家、王家还是李家，对你的目的也不感兴趣。我百草堂今日有大人物要来，恕不接待。听见了吗？赶紧滚！我百草堂不欢迎你。张堂主，我是来换地乳灵芝的，而且带了你们百草堂感兴趣的东西。你看，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我是来换地乳灵芝的，而且我有你们百草堂感兴趣的东西。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你刚才说你来我百草堂是换地乳灵芝的。我们周家遭奸人投毒，需要3株地乳灵芝拯救族人性命，希望您能割爱。你打算用它跟我换？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您吃亏。地乳灵芝价值100亿，周家眼下拿不出，但是我会写下欠条，300亿，我们周家定会一分不少的奉上。小姑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家主既已承诺，我周家绝不赖账。那我还得谢谢你们了。来人，他们俩给我绑了！放开我！张副堂主，您误会了，我没有骗你。随便拿块破石头就来我百草堂，狮子大开口，你有几条命啊？这不是破石头，这是宁先生给我的信物。他说拿着这块石头来百草堂，就能向百草堂获取3株地乳灵芝。不知悔改！副堂主，要不干脆把他们的手脚卸了，扔到药圃里当肥料。放开我！我怎么信了他的邪？拿块破石头就来换地乳灵芝啊！这真的是宁先生给我的。你说宁先生？老堂主等了一辈子的人，似乎也信你。据说是一位得道高人，难道是他？哪个宁先生？我有他的照片，你看。如此年轻，看起来也不过刚满20岁，不可能是那个人。你把这2骗子给我拖出去，连同这块破石头一起碾碎，送到禁地里给灵芝当养料。放开我！南星总管，我们副堂主今日正在处理杂物，特命属下带您前往茶室休息。今年我们分部也是不负阁主期望，培育出了3株完整的地乳灵芝。你们云城分部今年做得不错，我会在阁主面前多替你们美言几句。哎呦，多谢总管。这不关大族老的事，求你放了他吧，我留下来任你处置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？晚了！竟敢拿块破石头来诈骗我百草堂的宝物，绝不轻饶！拉下去！不，住手！南星总管。
南行总管这是几个意思啊？错不了，这里面的道运就是那个人的。这点小事儿，既然惊动了总管，我这就将这几个小贼处理干净。来，都给我拉出来！处理什么？瞎了眼的蠢货，差点让你酿成大祸！大祸！是，属下该死。属下既然让这几个胆大包天的骗子进了我百草堂，我这就将功折罪，将这俩碎尸万段，带出去。先把你剁了。这位小姐怎么称呼？来我百草堂有何贵干？你好，我叫周一，我们周家上下被人投了7毒，我今日是要拿这个石头换3株地乳灵芝救命。你知道地乳灵芝有多珍贵吗？张嘴就敢要3株啊！总管，你可别被他们给骗了，这石头他就是从花园里随便捡的。哎呀，张玉堂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把嘴闭上。周小姐，我想问，这块石头是不是一个姓宁的人给你的？您怎么知道的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，堂主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。难道那个年轻人真的是堂主在找的人？你刚才说想换3株地乳灵芝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白拿的。我愿立下300亿的字据。去，把地乳灵芝拿来。这可是今年药铺一共才培育了3株地乳灵芝，而且是堂主点名要用的。副堂主，您看……你个狗东西，问我干什么？你听不懂南信总管说的话吗？赶紧过去拿。是。真没想到，宁先生说的是真的，一块石头真的可以换3株地乳灵芝。南星小姐，我替周家上下所有人感谢您的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日后，周家任你差遣。周小姐客气。南星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反悔了吗？不。百草堂送出去的东西，断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确实长得清纯可人，东西他可以拿走，你留下。这怎么行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把阿叶给放了吧，否则宁先生知道了，你们百草堂会有麻烦的。不劳费心，回吧。大族老，不用担心我，先把东西带回去，救人要紧。周小姐，来我百草堂便是客，带周小姐去休息。是，周小姐，请吧。周小姐，就请在这儿休息吧，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。看来他们并不打算为难我。宁先生，他会来找我吗？南信总管，这地乳灵芝可是穆家点名要的关键药材，咱们库存仅有这3株，就这样让他们周家人拿走？有眼无珠的蠢货，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？差点毁了堂主大事，去领罚吧。是。堂主，你心心念念的那个男人出现了。那他长得丑吗？我看了照片，
跟老堂主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。看着只有20岁，可惜他身边有别的女人。那又如何？我看上的人会自己抢回来。太奶奶等了你一辈子，郁郁而终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出现了。准备飞机，我要回国。好的，沈小姐。若初的后人还算懂事。若初是谁？听起来像是个女人。连沈若初的大名都没听过，那可是百草堂的创始者，也是大夏最长寿的人。听说他活了有120岁。胡说！最长寿的分明是宁先生。安静！奶奶，你醒了。是宁先生救了我们大家。就是。都没事儿吧？没事，都好了。还不谢过宁先生？谢过宁先生。谢过宁先生。宁先生，这是要走吗？我与周家尘缘已了，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。周夜的事，你不必担心。宁先生刚才不是在这儿吗？宁先生凭空消失了，他真的是神仙。年轻时遇到宁先生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若不是他，周家不会几度躲过覆灭危机。现在，野丫头的福气来了。你就是周夜？正是。会喝酒吗？难道您是堂主沈灵儿？虽然我不会喝酒，但是这杯敬您。感谢您慷慨赐药，救了我们周家上下100余条性命，我们周家感激不尽。日后但凡有趋势，我周夜定会全力以赴。真的？我说什么你都会答应？我周夜信守承诺，绝不食言。我现在就有一件事，你可以帮我。堂主您请讲。你离开宁生。什么？不行。怎么？你刚答应我的就要反悔？这位传说中杀伐果决的堂主，怎么好像在吃醋？问你话呢，为什么不行？我是先生的奴，我这辈子都将侍奉于先生。所以你想加钱？我真的与先生签订了奴契，况且这也不是钱的事儿。不行就不行，你脸红什么？糟糕，有这么明显吗？你果然喜欢他。堂主，你就别逗他了。所以，堂主您强行把我留下，是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为了你专程来一趟百草堂。先生他不会来的，他是超然于世的存在，
不会为了我一个小小的奴就。可是他来了。先生，周爷这个贱人，还有那个姓宁的，拿块破石头来他妈坑老子，还他妈老子在这破地方解药，我他妈跟你们没完！妈的！药煎好了没有？没呢。干活磨磨唧唧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子是百草堂副堂主。我管你什么堂主，是龙你给我卧着，是虎你给我趴着，在这儿我说了算。行，你个狗东西啊，我给你记下了，等老子出去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他妈给你们杀了！我这。你谁啊？堂堂百草堂副堂主，竟然被一个下人欺负，我是来为你鸣不平的。你认识我？你想干嘛？张副堂主，你想要复仇吗？此人竟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！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接着叫啊！下辈子记清楚，别他妈认错人！很好，看来我没有选错人。你真能帮我？走吧，跟我来。竟然有封印，看来要找百草堂的人来开门了。这是老堂主培育灵药的密室，从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你带我来这个鬼地方干什么？老子就是因为几株该死的地乳灵芝，才落到这个地步。区区几根地乳灵芝算什么？你身后的这些东西，才是百草堂的至宝。这世间最极品的灵药，可以逆转阴阳，去除一切疾病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更多。你去把东西取出来，在3日后的求宝大会上献给穆家。到时候，区区一个百草堂副堂主算什么？整个京海名流社会都将对你俯首。真的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仇人，我只要姓宁的去死。好，等我踩在百草堂的头上，管他什么姓宁的姓周的，都得乖乖的跪下给我舔鞋。到时候我可以帮你弄死他。要没我，你还真进不去。走。这次终究是我快了，宁生，你这片灵魂，我就笑纳了。先生，喝茶。宁生哥哥，喝我的。不劳烦沈堂主，先生他习惯喝我泡的茶。灵儿亲手泡的茶，别人求都求不来你。宁生哥哥又不傻，肯定会喝我的。百草堂的茶千金难求，就算是5大家族的族长想喝，也要看我们堂主心情。宁先生，您就当哄哄我们堂主。宁生哥哥对我笑了，他一定会喝我的茶。宁生哥哥，你怎么能辜负我一片心意？他不喝，那你喝。这可是百草堂最好的药茶，益寿延年呢，便宜你了。谢谢沈堂主。沈灵儿，你为何跟若初长得不像呢？因为我是太奶奶捡回来的呀，她用了50年时间，给你种了一株灵药，想要亲手交给你的，结果她等了你一辈子，
到死也没等到你。求好心人赏我2个铜板，我娘病重，求好心人。谢谢好心人，谢谢好心人，谢谢安然。我以后要开一间药堂，种出世界上最厉害的药草还给你，你一定要来取。凡人的寿命太过短暂，如昙花一现，我随手赐药，竟成了他一生的执念。等我找回记忆，也该斩断与世间所有的联系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宁胜哥哥，我这就去给你取灵药。南星，堂主，不好了，有人私闯禁地。什么？是张副堂主，还有一个戴兜帽的女子。快去封锁禁地。是。我没看错吧？宁胜哥哥就这样嗖的一声消失了。人类怎么能做到这种事情？难怪他一直像老堂主画像上的一样年轻，他根本不是凡人。还有谁不怕死？尽管杀！张玉堂，这个白眼狼，堂主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勾结外人盗宝，你对得起百草堂对你的栽培吗？少他娘的废话！因为一块来路不明的破石头，就把老子发配到这个破地方挖土，这都对我好？老子是堂堂的副堂主，不是你们这帮低贱的药农！你还有脸叫屈？南星总管没当场废了你，已经算开恩了。给脸不要脸的狗东西！你说什么？行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等着！等老子成了穆家的座上宾，第一件事就是把百草堂连根拔起。识相的，赶紧给我滚！兴许老子还能留你们一条贱命。堂主对我们恩重如山，绝不能让这叛徒把东西带走。给我上！找死！那我就送你们一程。他会邪法，他不是人！快跑！通知堂主！想跑！晚了！你们都给我当养料吧！住手！住手！先生，宁先生，宁先生，怎么样了？没事。想要拿我的东西，那要先问我同不同意。我刚才是不是眼花了？这个人好像是凭空出现的。刚才那个女人随便几刀就伤了我们这么多兄弟，可这位好像只是随意抬抬手就将他打吐血，莫非是神？大师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可能？你的力量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？好啊，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你也别得意的太早，好戏还没开始呢。我等着你跪下求我的那天。你少跟他废话，赶紧带我杀出去！只要我得到穆家的支持，这些蝼蚁还不是轻轻松松把他们碾死？闭嘴，蠢货！我蠢？我看你是怂了吧？这家伙一看就是个歪门邪道，只是表面上看着唬人而已。你不要被他骗了啊！你到底还想不想杀性命的了？你想杀谁？哼，当然是害老子一无所有的混蛋，老堂主画像上那个王八蛋。你想杀我？
你是姓宁的，少他娘的骗我！那姓宁的跟沈若初是老相好，还不得7老8十了？怎么可能是个小年轻，都能当我儿子？不长眼的狗东西，竟然敢对宁先生出言不逊，罚你都罚轻了。你少跟我吆五喝六的！要不是这个杂碎，让这个贱人拿块破石头来坑我，老子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。贱人，给我等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对宁先生出言不逊？赶紧把你手中的东西交出来，百草堂还能饶你一命。你当我蠢呢？我要是把东西交出来，你能让我活吗？大师，你快出手啊！我快被他打死了！你快救救我，救我出去啊！把东西给我。不行，你先带我出去。这是稻草人。这个戴帽兜的女人到底是谁啊？怎么老是针对宁先生？堂主，你觉不觉得刚才那个戴帽兜的女人像穆家的老太君？你认识他？之前去穆家送地乳灵芝的时候，曾经远远看过一眼。不过老太君腿脚不好，再说也应该有60多岁了。是她，那老太太身体特别差，同活死人一样。真正长势的是她那个从来不在人前露脸的孙女，藏头露尾的，不像我坦坦荡荡。宁生哥哥，你要去哪？都别过来！逆生炸药，堂主小心！张玉堂，你想干什么？都给我往后退！把人都撤了，放老子出去！否则，我身上的炸药能把所有人一起送上天！我数3个数，不让路，就跟我一起去见阎王！你手不要抖，所有人撤出禁地！宁先生，快走，这有危险！你想让他们跟你一起死吗？1、2、3，小心！区凡人也敢用生死威胁我，区凡人也敢用生死威胁我。插右子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人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！拿下！你们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堂主，拿给宁先生。是。看看吧，这是太奶奶留给你的东西。九色玄参，似乎已经上万年没在这片土地上见过。九色玄参，只在上古神话书中出现过的先天灵物。老堂主竟然能种出这种灵药，怎么可能啊？老堂主深藏不露，莫非是天上仙人？
是你培养出来的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一条金色的龙。李先生，难道这个也是您的灵魂碎片？嗯。这些都是我曾经的样子，我究竟是谁？那个人又是谁？他的身影如此熟悉，或许穆家真的能给我答案。是吴道长，吴道长说，您的第3枚灵魂碎片找到了。为什么我们完全不敢直视宁先生？原来这世上真的有神灵啊！老爷，我妈到底怎么了？老夫人吃了一块过期的点心，食物中毒，送往医院途中又出了车祸，被人拉出来时，路边的一块广告牌突然砸下来，正好砸到老夫人，刚抢救完，还在 ICU 观察。怎么会这样？那赵家怎么样了？赵家300余口人一夜之间全部暴毙，死因不明，被官方认定为意外死亡。哎呀是。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啊！我不甘心呐！早知道当初说什么也不能去周家，说什么也不能去撕毁那张奴契。哎呀！关山月，赶紧带600万来黑市，有宝贝能救你。什么？关山月，鬼！是我。海大福，你怎么成了这个鸟样？说正事儿，钱呢？就600万，可都在这儿了。哎，你又怎么回事？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？还不是那宁生搞的鬼！如今我海家所有的资产都已经被冻结，而且还欠了几千亿的外债。海氏子弟也跑得差不多了。行，东西在哪儿？嗯。600万，一个子儿都不少。黑市规矩，概不退换。小瞧我了。没想到啊，还真有人当冤大头啊！这土夫子摸的邪性玩意儿，这转手倒是赚了不少。哎呀，鬼！那个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大，3个角。那个，让我给卖了。金海木家进宝大会。
这穆家设的求宝大会，那求的是给老太君续命的宝贝。咱们花了600万弄来的这个东西，邪气冲天，别到时候保密现成，再把咱俩给搭进去。我海家3代做的都是古董生意，我们摸过的陪葬品比你吃的盐都多。哪个带灵光，哪个带土气，没有人比我更懂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祖龙寻长生，得一小鼎，内含不死秘法，此名长生鼎。不死秘法，这个东西真有这么神？京海5大家族早就搞到手了，还能轮到你？放眼全大夏，没有人眼睛比我更毒。他们懂个溜啊！就算咱们得到了穆家的庇护，可是这反噬之力恐怕也难以解除。我估计现在没有人能跟那个姓宁的抗衡了。当然有，我海大福从来就不是坐以待毙之人。穆家真正的秘密是后山的禁地，那里才是我们的目标啊！穆家禁地里封着一口漆木棺，里面是个活死人，据说是穆家老祖，已经沉睡300年了。300年前，正是我为天下化生死劫时，是巧合吗？我猜啊，给老太君求宝续命是幌子，想办法唤醒老祖才是真。这里有很强的怨气，似乎有人在这里封印了某种治邪之物。那咱们走吧，有点奇怪。怕什么？有道尊在，一切妖魔鬼怪都得让路。你们先进去，我去附近探查一番。请问几位贵客，准备献上何种宝物啊？哟，哪来的乡巴佬，穿得这么穷酸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穆家的宴会，你们这种也配进来吗？不会是进来打秋风的吧？这里是穆家的求宝大会，求的是宝，好像跟穿什么没什么关系吧？你看，他们怎么来了？难道他是来专门对付我们的？怂什么？这里是穆家的地盘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穆家3分薄面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小姑娘，穆家抛出1000亿订单，永久合作的丰厚条件，为老太君求至宝续命。某些不入流的东西，还是趁早不要拿出来，丢人现眼吧。一块10年份的劣质返魂香，也配称为至宝。你怎么知道我这匣子里是返魂香？就算让你猜到又如何？哼，这是我叶家从昆仑山求来的。你这乡野村夫也能拿出什么好东西呢？这便是我带来的至宝。你别洋鬼子呢吧？就拿这个刚折的盆栽，拿这儿来冒充灵药。2位小朋友，诈骗可要坐牢的。宁先生说这是至宝，那它就是至宝，比全场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珍贵。小地方来的人就爱称大辈，口气比我脚气都大。这随手折的枝叶都可以叫宝贝，那这穆家岂不把宝贝当成祖宗供养啊？
人家这叫空手套白狼。要不咱们把这盆栽买下来，说不定也能拿来换个千亿订单呢。去，快滚吧！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惹恼了主家，连累我们跟着遭殃。保安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谁敢动手？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看到没有，在穆家的地盘上，是龙你盘着，是虎你卧着，很快他就要被赶出去了。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道理是讲给我们这些层次相同的人听的，你也配？都住手！这是极品登仙木，可去百病，避灾厄。穆管家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破枝子明明我看到他们从这个破花盆里折下来的，这要是真东西，那这盆栽岂不是要飞升了？那就是一盆普通植物，一点灵气都没有。叶家主，您就莫拿我寻开心了。宁先生，有人吩咐我，您是贵客，有什么需要，您就吩咐我。你倒还算懂事。这可怎么办？姓叶的现在成了穆家的贵宾，你说穆家还能因为咱们得罪他吗？那只是一根能够延年益寿的破木头，穆家要的不是这个东西。走。我云城海家关家特来献上至宝。这是祖龙遣方士寻遍海外仙山获得的天地至宝长生鼎。道尊算的一点没错，这鼎真的出现了。不过这鼎怎么看起来邪气冲天的？道尊，我刚去了一趟穆家禁地，发现那里原本的棺材不见了。那是个活人棺，用极其阴毒的手法将人活封入棺，似乎要将活人作为容器。那棺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来得及找，就差点被人发现，只好先回来。不用找了，棺材被人移到了这儿。在哪儿呢？穆家主，海某今日前来，特献上您寻找多年的长生鼎，只求老祖宗恢复神力后，能念在我二人献宝的微薄功劳上，解除那宁生种在我海关两族身上的恶咒。你们为了一己私欲，险些将云城的百姓陷入到万劫不复当中，你现在哪来的脸过来倒打一耙？我只是做错了一件小事，但他却要我全族陪葬，凭什么？我海家别无他路，只求老祖宗出手相助。今日你们二人献鼎有功，我就满足你们这小小的心愿。家主，家主，是你！是你，你就是一夜之间灭了赵家满门的神秘人，你竟然是穆家家主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们竟然还拿着鼎来找你解咒，原来全是诱饵，我们应该想到的。
是宁先生要找的灵魂碎片。你们都是我的养料。难怪贫道四处找不到道尊遗留的4道灵魂残片，竟然被封印在这活死人身上。这棺材里的人怎么跟他长得一样？心魂归一，万事已成。10万年的筹谋，此刻终于圆满。我将恢复至高无上的力量，而你也将成为我最好的养料。今天，你再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要伤害他！你我携手共觅仙路，同修万载，眼看还有最后一步就要合道飞升，超脱此界。为什么你要因为一场与你无关的天灾，自碎道果，散尽修为，也要护佑这该死的苍生？阿月，我寻长生登仙路，初心从来不是为了一己超脱。若成为仙，而眼睁睁看着脚下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那我成的是什么仙？得的又是什么道？我不管！你毁了我们的未来，也毁了我！阿月，护天下，护苍生，我偏要让你看着这天下如何以你一次次覆灭，这苍生如何以你一次次死亡。原来这就是我缺失的记忆。我曾经一次害了2个人，万法退避，诛邪不侵。不，那力量是我的，是我的！不要！我不要变成这样！这一世，你我尘缘已了，愿你早日解开心结，早入轮回。欠你的，我会还。感谢神明，救我性命！感谢神明，救我性命！喝茶。好了。穆家家主穆柔月因爱生恨，这10万年来一直不停地在毁灭人间，而宁生哥哥一直在修修补补。凭什么周夜就是你10万年前养的小狐狸？我跟你就没有前世缘分？我不管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，你们别想甩掉我。那我也要一起跟着你。天地将变，阿月，这就是你要的后手吗？